2026年文化經典金曲活動啊，這禮拜要佇台南外島來登場啊，來看到的三代音樂人做伙來做主題，將文化音樂作品重新打造全新世代之間的對話咯。為着要紀念寶島歌王文學老師對台灣的貢獻，中央藝文中心今年要用無同款的主題來打造一場跨世代的音樂活動。第一個主軸是我們要跨時代、跨世代的一個方式，我們來演唱或者詮釋那個文夏老師他的一個創作。地點就佇咧文化故事館舉辦，拜六的活動特別邀請到金曲歌后詹心湄和在地團隊帶來精彩演出。禮拜二是少年仔來唱阿卡貝拉，重新演奏文夏老師的經典作品。有市集，有演唱會，還有我們的特展多元的一個形式來帶領大家進入文夏老師他的音樂創作。透過這個活動，讓民眾更加認識台灣重要的音樂家，感受不同款世代的音樂文化。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